郭博士，我都想請問我屋企人有好幾個仔嘅兄弟姊妹，但係唔係每一個我有即係其實我都想有嗰個即係影響，呢啲好你影唔緊要，響嚟嘅，我想你叫佢睇電影啦，唔好講咁多嘢，啊淨係俾啲哦電影去睇啊。幾套嘅嗯啫。哦作死不離三兄弟啦，即係哦嚇好三個傻瓜大鬧寶麗活啦，地球哦 上的星星啦，另外一 OK 套話 PK 外傳啦。哦好啊好啊，我就聽過你如果佢講好再有趣味啲嘅，佢睇埋嗰個雨中的請求咯。雨中的嗰拯救個拍得，OK 係啊，嗰個拍得好靚嘅喎，愛情故事。好好咁你睇完四套電影，佢嘅人生咧個視野唔同，好完好全唔同噶，完全唔同。你嗰四套電影係改變人嘅命運嘅，即係唔使嘥哦咁多口水，同埋係佢自己係諗到啊嘛。因係為好珍貴嘅，因為喺印度咧呢啲古代嘅大儒嘅留低學問咧好厲害。我哋係漢朝咧有博士啦，但都係好有深度學問。但喺印度咧，佢嗰班大儒留低嘅語音傳承嗰啲哲學咧好厲害，因為佢因明學咧好犀利。因為佢因明學咧係唔係你普通世間嘅邏輯學啊？佢哋係有嗰個正量喺度，所以佢係可以直指人心嘅。譬如你普通細路仔睇嗰個山河大啦寶麗活咧，佢一定會努力讀書嘅，知唔知啊？係好神秘嘅，佢有嗰種力量喺度，有種力量。唔係我睇成千幾套電影，先至揀到嗰10套8套精品出嚟，係咪？其他嗰啲係俾人消閒下啦，但係真係嗰個係好大嘅教育意思嚟噶嘛。因為你個人個觀念一轉變咧，佢嘅觀念轉變咧，佢最厲害咧就話將你縮細落嚟嗰個卡瑪嘅習性咧，佢燒咗你啊嘛。變咗改變咗你嗰個性格啊，你個觀念轉變啊，改變咗你性格咧，你嗰個視野咧完全唔同睇法啊，睇個世界。所以啲人即係我哋擺咗正確嘅方法俾，特別你我祝福文好快有效噶嘛，好快見效啊！念祝福文，就只要你誠心去對住東方，因為早上咧我哋借太陽嘅力啊嘛。要借太陽嘅力，你唔對住個太陽都有效，但個效果冇咁強咯。個感應冇咁快咯。咁你橫掂都係要向一個方向，我咪點解要攞翻正面啲嘅力量？所以嗰個係俾到好深奧嘅學問嚟嘅。